你是否感覺到喺你我出世嗰一刻開始，命運就好似俾一股無形嘅力量所操控，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到底佢係乜嘢力量？又係如何駕馭命運同操控我哋嘅人生？點解命運明明係駕馭喺自己嘅手中，但係人生卻過得不如意？到底問題出喺邊度？命運人生喺組成嘅過程中，以五行又潛藏住乜嘢息息相關嘅奧妙關係？俗語話：人在三界內，身在五行中。命自我造，福自我求，境隨心轉，相由心生。呢一切指嘅係人與自然萬物係一個整體，無法分割，潛藏住相生相克嘅規律同相輔相成嘅法則。所以人生中嘅一切都係由唯心與自然萬物產生共鳴所衍生，一切嘅一切都係由心靈中自我嘅諗法同感受所決定，以外在嘅五行元素產生共鳴後，跟隨住我哋嘅認知，由意念嘅力量所呈現，被自我嘅正負面信念駕馭同操控。佢哋就係我哋嘅心靈喺受到生活環境中形形色色嘅各種體制景象產生共鳴後，而形成一股無形嘅力量。呢股無形嘅力量就係我哋從自細受到父母嘅教導、親朋戚友嘅影響、學校嘅教育、電視同社會上各種資訊嘅熏陶，加上生活中經歷咗種種體會同領悟之後，已形成自我嘅價值觀同正負面嘅信念。命運人生就係被呢股無形又易籠罩嘅各種價值觀同正負面信念嘅力量駕馭同操控。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嘅命運係源於我哋前世累積所做咗嘅各種選擇後造成嘅因果，再配合天地嘅磁場，加上以父母嘅因緣產生共鳴所形成。由於天地與父母喺你我未出世之前就已經存在，所以造就咗落地哭三聲，好壞命注定，正呈現住我哋今生出世嘅家庭背景，父母親係邊個，出生將會面對嘅貧富貴賤，同人生將會經歷啲點樣嘅路徑，已經係注定咗嘅。而人生指嘅係喺每一個當下受到生活中形形色色嘅各種萬事體制嘅刺激，衍生咗我哋嘅情緒，被正負面嘅信念駕馭，而做出選擇後，形成咗過去同未來景象嘅過程。由於選擇有兩面，結果操控喺人當下嘅情緒之中，而未來我哋仲未經歷同體會，所以仲未做出抉擇，係一個未知數。命運雖然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但係並不能代表一切，因為命運中嘅含義指嘅係當下同過去嘅一切，並不包括我哋嘅未來。所以人生嘅未來依然操控喺我哋嘅手中。由於人與天地萬物係一個整體，無法分割，而大自然中嘅五行元素更係組成人生中萬事與萬物嘅泉源。所以五行元素係影響
人嘅心靈與思想而組成正負面信念嘅核心。由於命運人生係源於唯心接觸五行元素產生共鳴，形成咗相生相克嘅規律同相輔相成嘅法則，而產生咗連續嘅變化，組成複雜而又奧妙嘅過程，令人衍生思想，形成咗思維，組成咗各種價值觀與信念。當人嘅價值觀同正負面信念組成之後，就會形成自我嘅思想輪轉，衍生情緒，形成自動性，而影響住人做每件事情嘅抉擇。所以人嘅自我思想輪轉就係駕馭命運同操控人生嘅泉源。乜嘢係自我思想輪轉？佢係如何組成？而五行又潛藏住乜嘢息息相關嘅奧妙關係？同時佢哋又係如何駕馭命運同操控人生？由於人與自然萬物係一個整體，無法分割，而我哋外在嘅因素都係由五行元素所組成，所以人嘅心靈要產生波動，形成諗法，而衍生情緒，就必須要通過外在嘅因素刺激，正可以衍生。而每一種元素都有佢嘅特徵，當佢同人嘅心靈接觸嘅時候，就會產生共鳴，衍生感覺，而形成思想，再經過腦部嘅分析，組成人嘅思維，產生咗價值觀，形成正負面嘅信念，而令人衍生咗情緒，形成咗自動性嘅自我思想輪轉。人就係被呢種無形猶如網罩嘅各種價值觀同正負面信念衍生嘅情緒所組成嘅自我思想輪轉，駕馭同操控。所以當一個人擁有點樣嘅信念，就會擁有點樣嘅命運；擁有點樣嘅命運，就會擁有點樣嘅思想；擁有點樣嘅思想，就會擁有點樣嘅行動；擁有點樣嘅行動，就會形成點樣嘅行為；擁有點樣嘅行為，就會養成點樣嘅習慣；養成點樣嘅習慣，就會組成點樣嘅命運。當命運組成之後，就會產生自動性嘅自我思想輪轉，形成咗我哋嘅認知，造就咗自我嘅諗法，而被情緒影響住我哋喺生活中所做嘅每一個抉擇。由於自我認知嘅諗法嚟自於潛意識，令人衍生情緒，而形成自動性自我思想輪轉，導致我哋難以察覺佢哋嘅存在。所以自我嘅思想輪轉就係駕馭命運同操控人生嘅核心。點解命運明明駕馭喺自己嘅手中，而人生又會過得不如意？由於自我嘅思想輪轉係全自動性，而心靈與思想係接觸生活中各種形形色色嘅體制因素，經過時間嘅累積而組成我哋嘅價值觀同正負面嘅信念，令潛意識形成自我思想輪轉嘅核心。所以當一個人內在嘅感想經常與現實生活面對嘅結果有所不同時，經過時間嘅累積，呢個人嘅信心就會喺不知覺下受到呢啲負面景象嘅影響，而養成咗負面嘅自我思想輪轉。就有啲人嘅心中好想賺錢，但係當面對賺錢嘅機會時，由於受唔起種種嘅困難與障礙嘅考驗，而選擇放棄。
導致最終嘅結果與心中嘅理想有所不同。呢種不如意嘅情況，如果持續經過歲月嘅累積，呢個人就會喺不知覺下養成咗負面嘅信念，而產生負面嘅自我思想輪轉，令潛意識認定賺錢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情。由於人係全主動性嘅，如果心靈中嘅思想與價值觀長時間處於呢種矛盾嘅狀態，呢個人就會喺不知覺下缺乏咗正面信念嘅能量，應付生活中嘅一切，心靈就會被各種挫折、悲痛而困苦折磨。經過歲月嘅淬煉，意志就會消沉，精神就會萎靡不振，形成咗當面對事情時就會缺乏熱情嘅力量，而呈現有心無力嘅狀況。漸漸咁，自我價值就會低落，而對人生失去咗意義，導致喺不知覺下選擇放棄自己，生活喺落魄坎坷頹廢嘅人生之中，形成咗命運雖然係由自己駕馭同操控，但係人生卻活喺不如意嘅生活之中。